汽油彈燒警察，打死村民。發生騷亂嘅中山益隆村，尋日仲有好多防暴警察巡邏，當局貼告示叫搞事嘅村民自首。村民擔心秋後算賬，外地民工就返鄉下避一避。村民指責前村領導將估值4億人民幣嘅土地以75萬嘅賤價賣俾發展商，但係村民到而家都仲未分到錢。上個月開始霸佔工業園嘅土地抗議，仲威脅封廠。到前日，當局派出過千嘅武警鎮壓。喺工業園裏面，美的公司存放微波爐嘅倉庫燒毀，4000萬嘅貨物冇晒。網上消息就話有2個村民被打死，10幾個警察俾汽油彈燒傷，但係當局就否認有人死。